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郭文鐵一審封判17年。日本的政治學者小笠原先生接受到日本媒體專訪，伊講郭文鐵封判重刑，唔那只是伊個人的司法問題，嘛是台灣三大政黨競爭結果重新整合的關鍵點。另外，針對着年底大選，伊預估國民黨可能有3個至4個縣市會選輸。提出和民眾黨的前主席郭文鐵做會合的相片，日本政治學者小笠原先生深入分析郭文鐵封判刑了後，以政治生涯的下半場可能的方向。小笠原先生認為，加拿大外界對郭文鐵可能參加2028年總統大選的猜測，對伊的政治運作都真有幫助。嚴格制度的限制，讓伊無法度參選，這對伊來講是一個真重的打擊。嚴格這也可能加速中屬台灣三大政黨競爭結果的關鍵。國民黨的論述甲民眾黨同款，小笠原先生認為，這是穩定南北合作的策略之一。對國民黨來講，在野若是不合作，因就真歹佇總統的大選內底拍敗大清朝。而且若考慮現實，假使民眾黨的聲勢無介大，對國民黨主導權力的分配也加較有利，包括着求合一的合作，甲未來聯合政府的職位分配。嚴格對郭文鐵的角度來看，有可能會一直用超越兩大陣營這個口號來施壓，逼國民黨讓步。目前南洋縣市首長小抓就定位，不過小笠原先生評估，國民黨現有的15位縣市首長的席次，在年底可能會失去3-4個。因為上一屆國民黨選得比較好，這一屆當然民黨想要強攻好幾個縣市，但是我想不會差特別多啊。柯文哲被這樣司法這樣的對待，民眾黨的支持者事實上會更強力的靠向國民黨。BBC 認為，失去郭文鐵的民眾黨，在今年地方選舉南北合都會真弱勢。南華早報認為，郭文鐵去封判刑，對於親像創建的在野黨來講打擊真大。另外，包括在新加坡亞洲電視台甲朝鮮日報也攏有報道這件代誌。郭文鐵封判17年，後續的政治效應，外界攏真關注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